接過來係口語表達題。口語表達就係樣板考呢。口語表達的類型，我們要根據題目的音檔，還有文字指示，用全客語回答問題。記住哦，是全客語回答問題。開始作答時，音檔會提示搶回答。回答的時間一樣有20秒，請充分利用你的時間作答。如果你只是照題目的文字念，就不算分數。這裡的策略是要判斷問題的關鍵，接着確定題目的要求，比如是對誰說，要求你要講什麼，或者是要講幾樣。回答時，我們要延伸合理的關鍵情境，人和事都要包含。這類型的題目非常挑戰各位的詞彙量，所以平常就要累積足夠的詞彙。再提醒大家，我們的客語初級認證的教材，不要只看題庫，還有一本客語初級認證的詞彙，這一本也很重要哦。我們來練習一下。你朗讀咧，列下的精索，請你老先生講出至少3種鏡頭，請回答。所以，我們一開始要先來判斷問題的關鍵，關鍵就是你朗讀咧。我們要確定題目的要求，要對誰說？這裡是要對信藏，也就是醫生。你的回答要講出對醫生說的話。另外，題目還有一個要求是要講幾樣。我們可以看到，要講出至少3種鏡頭，所以至少要講3種。你可以超過3種，也可以多講，但是千萬不要超過20秒的時間限制。這一題我們需要延伸合理的關鍵情境，這個情境就是地震所老先生講，所以你可以這樣回答：先生，我頭那痛，見老皮，還有發燒。可能係朗讀咧。